哇，又見面啦！歡迎返嚟 Lotus Neo Channel， 我係 Ethan。今次同大家介紹5款風格清新嘅 Web3 遊戲，有環保種樹、快節奏對戰、策略 PVP、黑幫文字 RPG， 仲有恐龍地牢，款款玩法獨特。無論你想休閒定係挑戰，總有一款啱你心水。準備好未？一齊嚟睇下啦！第一款 Sprout 係一款喺 Solana 上面嘅 On-Chain 閒置遊戲，畫風超 low-fi， 用紙筆風格，成個感覺好 chill， 好放鬆。玩法簡單到爆，你用梳買樹地 Trade Pot， 每日只需要 check in 一次，照顧啲樹木，睇住佢哋成長5個階段，之後就可以收割 Leaf 代幣。你可以同時擁有好幾塊地，唔同樹種嘅生長速度同產量都唔同，所以要諗計優化你個樹園。最綠色嘅係每筆 SOL 購買當中有 7.6% 會自動 on-chain 去過戶，用嚟資助種真樹，仲可以喺鏈上透明追蹤，環保影響，真係有玩有做善事。呢款遊戲最啱忙碌嘅朋友，每日花5分鐘就搞掂，唔使長時間 online， 完美嘅日常 grind。如果你中意被動收入同環保主題， Sprout 絕對係入門首選。第二款 Face Off Arcade 係 SAY 網絡上第一款多人互動遊戲，專攻 1v1 競技 arcade， 入面有超過40款雙人迷你遊戲，每星期仲會加新遊戲，考驗你嘅反應速度同決策能力。畫面極簡主義，專注喺比賽本身，隨時 matchmaking， 即刻開戰。支援 Google、Twitter、MetaMask、SAY 錢包、社交登入，免費玩 Android 同瀏覽器都得。Web3 方面完全 on-chain 運行，同朋友 PK 乒乓、射擊、贏比賽，賺 points 真係刺激過癮。Face Off Arcade 適合中意競技嘅你，短時間 session 玩得超爽。第三款 Seal 係喺 Ethereum 上面嘅 skill-based GameFi 生態，主力 PVP 遊戲叫 Asteroid， 1v1 回合制戰鬥，極之講究策略規劃。仲有一個 Central Hub 可以管理任務、追蹤進度、睇全球排行榜，每日玩就可以推高自己 rank。呢款遊戲開發超過2年，公測 beta 早2026年已經上線，唔係被動花名，而係真技能決定勝負。Web3 核心係 XEO Token， 多功能用嚟追蹤進度、完成 quest、參與排名。On-chain 經濟透明公開，最適合中意 PVP 嘅玩家，日常 engagement 超高，玩落好似一種生活習慣。快啲去試玩，測試你嘅策略技巧。XEO 係長線 project， 值得長期 follow。第四款 Mafia Beats 係一款懷舊文字 MMORPG， 喺 Solana 上全 on-chain 運行，設定喺 Haven Shore City， 有成120個地盤，你可以建立犯罪家族、犯案、打對家、控制 territory。社交元素超強，玩家可以組 guild 協調戰鬥。Solana 0.02秒 block time， 即時解決戰鬥，爽快過癮。Season 1已經有15000活躍玩家，市場交易量達到 4.2M。Web3 有 Mafia Token 用嚟控制地盤同追蹤進度， NFT 可以升級家族同角色，瀏覽器就玩得，任何裝置都 OK。靈感嚟自2000年代 Facebook 遊戲，想重溫黑幫帝國夢。Mafia Beats 免費入場，仲可以賺 token 同 NFT， 快啲去建立你嘅幫派勢力啦！最後一款 Exaverse 係 Immutable，X 上面嘅 roguelike 即時回合制地牢爬行遊戲，故事講恐龍主宰破碎地球，每次冒險都係程序生成。你可以選擇 build archetype， 例如 Bloodstep Berserker 或者 Azure Ghost， 戰鬥混合咗反應同決策，打到最後打 boss。遊戲冇教學模式，即沉浸式體驗，手機版本好優化，重玩性極高。Web3 用 Gems 記錄 off-chain 進度，屬於 Immutable Play 生態，行 Play First 策略，暫時冇即時代幣，但未來經濟潛力強勁。2月 Close Beta 已經上線，iOS、Android 玩得，完成平台任務仲可以賺獎勵。Exaverse 最啱 roguelike 迷，想即戰即決嘅朋友，快啲去入場啦！好啦，到5款遊戲介紹完，有環保種樹、快節奏對戰、策略 PVP、黑幫文字 RPG， 仲有恐龍地牢，款款都咁有特色。無論你係休閒玩家定係硬核挑戰派，今次推介總有一款啱你口味。有興趣就快啲去試玩，試完返嚟話
我知邊隻你最 like，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更多正經，拜拜。